小朋友發緊脾氣嘅時候，如果你叫佢即刻入房反省，你覺得佢喺入面真係會反省，定係會更加唔鍾意你呢？今日我哋會傾下點樣將一個冷冰冰嘅空間變成一個小朋友願意主動入去幫自己降溫嘅心靈加油站。大家好，歡迎嚟到一起正教。喺我哋教大家點樣佈置呢個加油站之前，如果你覺得呢個頻道嘅資訊對你有啟發，請你撳個 like 同埋 share 呢一集嘅內容。你嘅分享可以幫到更多喺教養路上覺得無助嘅家長，亦都係對我哋嘅最大肯定。多謝大家。大腦輕咗機點算好？上一集我哋傾過3R 修復原則，但係喺衝突發生嗰一刻，其實小朋友嘅大腦係發生緊一場化學反應。咁咩係大腦輕機呢？我哋可以用大腦手部模型嚟想像一下，請大家先緊握拳頭，再打開手掌。當小朋友失控，佢嘅大腦蓋會彈開，即係5隻手指向上。理性嘅上層大腦已經斷咗線啦，剩返情緒嘅下層大腦喺度運作。呢個時候，如果你用傳統罰企去逼佢就範，只會令佢嘅下層大腦更加驚、更加憤怒。所以我哋需要積極暫停，幫佢將個大腦蓋合返埋，等佢平靜返，先至可以再講道理。打造專屬嘅冷靜角，咁樣點樣先可以令到小朋友願意暫停呢？秘訣就係一齊去起個冷靜角。你可以喺大家心情好好嘅時候同佢傾下。當你覺得好唔開心嘅時候，邊一個地方、邊一個位置會令你覺得最舒服呢？你可以同佢一齊將呢個位置改個名，例如叫做太空艙或者秘密花園。入邊可以擺佢鍾意嘅公仔，一啲舒服嘅 cushion 攬枕，或者情緒圖卡。當你見到小朋友嘅身體開始發出一啲非語言嘅信號，例如上集提過握緊拳頭、皺眉，或者係縮埋膊嘅時候，你就會見到佢嘅情緒開始準備爆發。喺呢個時候，我哋唔係要命令佢去罰企，而係好溫柔咁樣邀請佢，你要唔要先去你個太空艙冷靜下？我喺度陪你啊！係邀請，唔係威脅。記住，積極暫停係一個邀請。如果小朋友佢拒絕唔肯入去，我哋千祈唔好同佢火拼。你可以示範俾佢睇。你可以話：咁好啦，媽咪而家心情都有啲煩啊，我先去一去我嘅冷靜角嗰度5分鐘，等我冷靜啲，我哋再傾啦。當你咁樣做，你係示範緊點樣做自我情緒管理，而唔係用權力去逼佢。所以今日最後想送俾大家一句說話：當一個人感覺良好，佢先可以做得更好。俾小朋友一個空間去處理情緒，係送俾佢一生受用嘅最大禮物。多謝你收聽今日嘅分享。如果你屋企都有一個特別嘅冷靜角，或者你有一啲佈置嘅心得，歡迎喺下面留言同大家分享。記得訂閱呢個頻道，撳一撳個鐘仔。我哋下一集會探討社交實踐、視覺化與選擇。記住，照顧好自己，先可以照顧好小朋友。我哋下次見啦！